各位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阿皮皮，我是玛雅比后竞选音乐会的主持人，我叫做白子诶亚达乌伊万娜，我是高慧君。谢谢大家在这样寒冷的夜晚来到现场，你们冷吗？谢谢你们跟着我们一群年轻的人，坚持坚强的心，热情的血，一起创造改变的一个夜晚。谢谢你们来参与。那在音乐会开始之前，我要给你们一个贴心的叮咛。首先，听得懂吗？首先，在我的左手边有我们的服务台，服务台有一些我们的一些商品组，请挥挥手，很好，谢谢。然后我们有一些暖暖包、雨衣，但是据说祖灵说今天不会下雨，所以请掌声鼓励。但是如果有需要的话，还是可以去我们的服务台索取，有雨衣，还有暖暖包。当然，在两侧大家看到了非常先进的暖炉设备。如果你突然觉得非常的寒冷哦，可以靠过去一下，这样子。还有，在现场你们会看到一个小小黄色的床单。有举起，哎，有人拿到的，请举起来。是的，这个就是我们马耀星光帮的一个召集令。你们只要凑齐10个朋友，你们自己就可以成为星光帮的帮主。你们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服务台去询问一下如何变成马耀星光帮的帮主，它的详细的内容在那边，对不对？我们的星光帮在哪里？请挥挥手，谢谢。好的。在我身后有一群年轻人，我们一路上陪着马耀比后，也让马耀比后陪伴我们。我们一起用很干净、很热情的心，找寻自己的名字。还有一群人，哎，其中有一位在哪里？在下面有一位，他们组了一个团体，他们到了各个部落去寻找自己的传统名字，所以我们给这群年轻人掌声鼓励。我们从来没有参与过所谓的竞选活动，为什么今天一直在？是很冷吗？我们从来没有帮人家竞选过，我们都是一群很怕跟政治2个字绑在一起的孩子们。但是我们觉得很多的事情，我们必须要用新的态度去把正确的事情找回来，所以我们要改变。接下来我们要跟你们一起做一下口号。首先，我们要请我们模特1到台前来，谢谢。对，我们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口号，请你的手要借给我们喽。其实做歌手呢，最讨厌人家说来把手借给我，这种事情我会觉得很奇怪。没事情为什么要把手借给你呢？但是今天麻烦把手借给我，我们跟着模特1一起做一下我们的像口号的手势。首先，喊口令者会喊出就是要改变，可以哈？可以吗？有没有不方便活动的？跟保持距离，好不好？好的。没有安全带，所以你们两边的距离要拉好。我们再一次，就是要改变。好，大家都会了哈？会吗？会。后面的朋友如果听不太清楚的话，你可以靠过来，没关系。好，青年军准备好，就是要改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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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这么可爱的口号之外呢，我们还有非常漂亮的竞选歌曲。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我们的可爱的孩子们带来这首《跟我走》，掌声拍手。不要再沉默，不要沉默，迎接新时代。我知道你在。
一直都在创造新未来。生命不停地转动，怎么能够再等待？真理将会出现，跟我走，一起走。不要再沉默，不要沉默，迎接新时代。我知道你在，一直都在创造新未来。生命不停地转动，怎么能够再等待？真理将会出现，跟我走，一起走。年轻的孩子，他们我们从大概2年多前在为88风灾还有我们的土地正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努力到现在。有些人都大学毕业了，真的要给他们的热心一个很热烈的掌声。是的，那有很多人问说，为什么我会出现在马耀比后的一个竞选的主持的台上？那我只能说，我也是希望把对的人放在对的位置上，所以我今天才会在这个地方。我冒着可能尾牙会被删减的一个冒险，来到这边，因为我希望我们能够把我们对的事情找回来。那当然呢，今天还有很多人带他的祝福，带他的歌声，或许他不太会说话，或许他不太会演讲，但是他带着他的音乐，带着他的歌声，来给马耀比后最深的祝福。首先，我们要欢迎马耀比后，远自台东，听说他们认识有10几年，10几年吗？说20年，20年的朋友。他昨天半夜坐火车赶过来了，终于到了。他要用他的歌声带给马耀比后最大的祝福。我们欢迎他的朋友叫大大。可能尖叫声不太够，是吗？就是要这样子。请大家放轻松好吗？你们都坐得太僵直了。很冷哦。旁边我再跟大家贴心叮咛一下，我们的服务台有暖暖包，可以尽量去索取，还有姜茶可以去拿，还有现在有点飘雨，对不对？因为等一下就不会飘了，所以那边有雨衣，赶快去拿。如果你有需要，你坐在太里面，请举手，他们会帮你拿过去，好不好？就是以空中小姐的服务的速度，赶快的过去。所以有需要的要赶快举手。好的，我们把舞台交给大大，请你自己说说话，谢谢。没啦。台东很温暖，我不知道你们台北国这么冷。大家好。我们对这样的场子是很陌生的，可是因为马友是一个值得支持的人，不管他以前在做纪录片，我跟你说，没有人像他这样。88风灾之后到拿马西亚，他一去就住了2年。他去
做了非常多的了解跟感受，他觉得无力。他跳出来的时候，我们都叫他不要出来，但是他出来了，我们就要挺他挺到底，对不对？对。我是卑南族，我叫大大。有机会到台东的铁花村，或许会碰到我。我为大家唱一首卑南族的歌。那罗啊那呀那呀哦哈罗啊你呀那呀哦哦哎呀哎呦哎呀好哎呦哎呦哎呦。原住民没有人这样站出来，我们没有人在无党无派的状况下这样站出来，真的从来没有。这边有很多原住民的朋友，但是也有很多非原住民的朋友。我们有人对政治冷漠，但是请把对的人推到对的位置上面。他就是麻药比后，就是要改变，就是要改变，就是要改变。好，谢谢。我们现在欢迎下面一位歌手。他是阿美族，泽拉法西瓦利，他是来自花莲，拿过金曲奖，给他最热烈的掌声，泽拉。